We have therefore made the assessment that COVID-19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pandemic. 大流行原是世卫组织对流感的定级之一。世卫组织将流感分为6级，其中最高的就是大流行。其定义是某种流感病毒在疫情发源地以外的至少一个国家发生了社区层面的爆发，表明病毒正在跨国蔓延。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海德表示，大流行的宣告可能意味着我们将看到各国行动起来，比原计划要更早实施更大的干预措施，例如禁止公共聚会。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孟西斯健康研究所的奈吉尔·麦克米兰表示，大流行的宣布将向卫生部门发出警示，光有旅行禁令是不够的。他指出，政府可能会因此面临挑战，因为需要鼓励人们改变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通过5方面举措助力全球抗疫斗争。第一，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协调；第二，同世界各国开展抗疫经验分享和交流。目前，中方已经发布了7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这些方案源于中国，面向世界，已翻译成多语种，同世界各国分享交流。第三，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专家团队。截至目前，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向伊朗、伊拉克派遣专家团队，在当地密集开展工作，协助2国开展疫情防控，得到当地部门和百姓的一致好评。中方还得向意大利派遣医疗专家团队，支援当地疫情防控。第四，向国际社会提供药品等防疫物资援助。第五，同国际社会加强科技合作。我们愿在全力抗击本国疫情的同时，克服自身困难，继续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夺取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终胜利。我们看到中国的经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现在中国的疫情正在缓解，而且是显著的缓解，这都归功于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和中国人民的配合。这2个要素都非常重要。如果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他们就可能控制住疫情。这也是我们现在要对世界其他国家所说的。